喺股市要捉漲停，就要去有漲停板嘅地方。漲停唔一定勁，但係所有走得勁嘅股票，大多數都係從漲停板開始嘅。但係君欲大其冠，必承其重；君欲享其榮，必承其痛。如果想要連板帶嚟嘅利潤，就要學會承擔斷板嘅風險。好多時候，一隻股票首板往往都係為咗問路，所以容易斷板。斷板係為咗掃路，掃清前面嘅障礙；再板往往就係為咗開路，重新打開前面嘅門路。首板尾板相照應，兩板呼應，互相借力借勢。如果呢個時候你賣錯咗，咁反手追返嚟，往往都係啱嘅。如果追上去又錯咗，咁就必須要重新咁樣思考，點樣先係啱，點樣先係錯。所以我哋成日話，弱轉強嘅前提係強，龍頭首陰嘅前提佢係真龍頭，爆量紅中嘅前提係爆量，捉到關鍵點先至可以取得關鍵嘅勝利。喺上升嘅趨勢中，放量可以上升，縮量可以上升，平量都可以上升。重要嘅唔係放量、縮量、平量，重要嘅係上升嘅趨勢。好嘅趨勢唔係一飛沖天，亦都唔係股價一直節節高升，而係走走停停先至可以走出大行情。一隻股票嘅突破必定會有回踩，如果唔係而家回踩，就會喺後面嘅行情回踩。如果而家回踩，其實就係為咗釋放前期嘅套路盤；如果喺後面嘅行情進行回踩，就係為咗釋放先手嘅獲利盤。喺股市打滾，要做最壞嘅打算，保持最好嘅心態，盡自己最大嘅努力，抱住最大嘅希望，咁樣你先至可以喺股市持續咁樣揾錢，不斷進步。喺股市揾錢啊，比嘅唔係邊個揾得快，比嘅係邊個揾得穩，持續咁樣揾。曇花一現，永遠比不上厚積薄發。就好似老一輩所講嘅，家財萬貫都不及日進三文。最後，多謝各位今年認識我嘅 fans， 祝各位老友記喺年底股市長紅，大家都係越嚟越好。